大家好，歡迎收睇港九往事。香港樂壇殿堂級填詞人、資深演員黎彼得，今日2026年8月5號清晨因病離世，享年76歲。佢嘅好友鍾志光向星島頭條獨家證實死訊，講返黎彼得由今年3月開始已經因為中風臥床，身體機能一直逐漸衰退，最終喺今朝與世長辭。據鍾志光講，黎彼得晚年身體一直唔好，今年初入住咗一間護老院，點知到3月1號凌晨，佢喺護老院院內中風暈倒，由嗰一刻開始就一直臥床休養，再冇好返。今年5月13號，正正係黎彼得76歲生日，鍾志光專登去探佢，仲喺床邊為佢唱生日歌。可惜嗰陣嘅黎彼得已經冇任何反應。鍾志光講返，中風前幾日兩個人先至一齊飲過茶，當日黎彼得精神仲算唔錯，完全冇人預計到呢一別就係永訣，所以黎彼得走得咁突然，冇留低任何遺言。據了解，家人希望低調處理後事，目前未有任何具體安排。鍾志光講會尊重家屬意願，對住呢位老友嘅離去感到非常難過，非常唔捨得。一個用文字養活成個粵語流行樂壇黃金年代嘅鬼才，一個揸車佬出身，連小學都冇畢業嘅填詞奇人，就咁悄悄地喺一間護老院嘅病床上面畫上咗人生嘅句號。今日我哋就由頭到尾講返呢位人稱鬼馬詞神嘅黎彼得跌宕起伏嘅一生。黎彼得原名黎成就，1950年5月13號出世，家中獨子，祖籍廣東江門新會。佢嘅童年一開始就冇乜好日子過。9歲嗰年，老豆就過咗身，屋企頓失經濟支柱，佢同阿媽相依為命，住喺香港島中環嘅木屋區。細個嘅黎彼得讀書唔多，佢自己都成日講，一世人得返小學5年級學歷，仲要正正式式話得2個星期。呢句得2個星期聽落好似講笑，但其實係一個揸車佬出身嘅才子對自己出身最坦白嘅一種自嘲。冇書讀唔代表冇文化。黎彼得嘅叔父正正係粵劇名伶靚次伯，年少嘅佢成日跟住叔父出入大戲舞台，耳濡目染之下，雖然叔叔冇長期接濟佢，但呢種自幼流連戲班嘅經歷卻為佢日後填詞嘅底子悄悄種落咗一顆種子。加上佢自己一世人愛睇報紙雜誌，日積月累，令佢喺冇乜正規教育嘅情況下都練出咗一定嘅中文根基。10歲嗰年，黎彼得已經要跟住阿媽喺中環賣報紙幫補家計。之後佢仲做過一大堆散工，喺印度商行做過後生仔，喺油站入過油，喺觀塘一間電子廠做過通宵更嘅原子粒洗毛員，仲揸過的士，做過私人司機。一份接一份嘅散工，睇落平平無奇，但正正係呢份私人司機嘅工作，為佢打開咗一道意想不到嘅門。做司機嘅日子，得閒嘅時候佢會執筆投稿，後嚟仲兼職為年青人周報寫專欄，專欄名叫柴可夫司機手記。一個揸車佬用住柴可夫呢個大文豪嘅名做筆名，某程度上已經透露咗呢個人骨子裏嗰份唔認命嘅倔強。黎彼得第一次正式填詞，寫咗一首叫《傷心淚》嘅歌，改編自麗莎《相思淚》，原曲係周旋老歌《四季相思》。呢首歌佢發表喺自己個專欄度，冇諗到有讀者將呢首歌詞剪低，寄俾 TVB 演員譚炳雲。譚炳雲喺《歡樂今宵》入面唱咗出嚟，第二晚仲應觀眾要求再唱多次。1974年童星出身嘅歌手蔡麗晶仲專登灌錄咗呢首歌，一個揸車佬寫嘅詞，就咁樣喺電視台節目度俾人唱到街知巷聞。呢件事對黎彼得嚟講絕對係一個信號，原來自己手上呢支筆真係有嘢。命運嘅安排往往比戲更加戲劇化。黎彼得做私人司機嗰陣，老細架車嘅車位
同溫拿樂隊成員陳友嘅車位相鄰，一來二去就咁樣識咗溫拿。1975年，佢仲為麗的電視嘅節目《溫拿周記》填過部分歌詞。同一時期，有一日黎彼得喺酒家食晏，經朋友介紹識咗剛巧坐喺隔離台食飯嘅許冠傑。嗰位朋友正係酒家少東。許冠傑知道黎彼得寫緊專欄，就揾佢合作。黎彼得後嚟自己講返呢段際遇，笑住講：我好彩揸車佬，但撞到許冠傑，做咗老友。冇學過填詞，以前冇填詞訓練班，揼低老細就坐低鬼畫符咁寫改下歌詞。第一隻歌將麗莎相思淚改成傷心淚，譚炳文喺歡樂今宵唱紅咗。呢一句揸車佬，佢自己講得雲淡風輕，但當年嘅香港樂壇，一個連正規填詞訓練都未接觸過嘅司機，就咁同許冠傑埋咗堆，呢段緣分注定要寫成一部傳奇。1976年，半斤八兩大碟面世，黎彼得同許冠傑嘅名字正式並列喺一齊，標誌住一段橫跨7年嘅黃金拍檔正式開始。由1976年到1982年，兩個人一共合作咗7張大碟，前6張詞全部由許黎聯名，最後一張難忘你紙船就一部分許冠傑詞，一部分黎彼得詞。呢7年嘅時間，黎彼得寫低咗一大堆而家仍然街知巷聞嘅經典歌詞，浪子心聲嘅豁達通透，打着英雄傳嘅抵死趣致，梨渦淺笑嘅溫柔簡達，有酒今朝醉嘅及時行樂，財神到嘅喜慶熱鬧，世事如棋嘅滄桑感悟，加價熱潮嘅市井吐槽，學生哥嘅青春心事，尖沙咀 Suzy 嘅紅塵眾生，一首接一首，幾乎首首都成為經典。當中最能夠代表黎彼得詞風嘅，一定要數打着英雄傳。佢將佳藝電視《射雕英雄傳》嘅主題曲改寫成一場麻雀台上眾生相，由開局摸牌講到最後自摸食糊，將香港人打麻雀嘅心態同細節寫到入肉3分，成為佢一生填詞生涯度最精怪出位嘅一部代表作。黎彼得嘅詞走嘅係一條3及第路線，文言白話廣東話夾埋一齊用，通俗親切，生動有趣，成日講反社會現狀，諷刺時弊。正因為咁，先至有咗鬼馬填詞人呢個花名。但佢嘅詞其實唔只得抵死一面，受叔父靚次伯粵曲熏陶影響，佢有另一面文雅心情嘅不足。梨渦淺笑、世事如棋、浪子心聲呢幾首字裏行間仲帶住一份粵曲式嘅古典韻味，通俗而不低俗，正就係許冠傑教識佢嘅分寸。呢種分寸係兩個人夜夜詩韻渡橋度出嚟嘅。合作最緊密嗰幾年，幾乎每一晚都窩埋一齊諗橋。許冠傑本身係出咗名嘅好男人，疼老婆，唔煙唔酒，但同黎彼得埋堆之後，都開始學佢飲紅酒、食雪茄，創作卡殼嗰陣就攞嚟提神，夜夜通宵咁創作。許太起初都有啲唔滿意，以為老公俾人教壞。呢種通宵達旦嘅默契一樣感染到圈中其他人。有一次訪問到音樂監製楊少雄，仲當面讚過黎彼得係天才，講佢冇乜文采，點會寫得出咁傳神入心嘅歌詞。而黎彼得自己就笑住話，創作有時靠一啲神來之筆，讀到博士都未必寫得出。仲爆料話後輩填詞人林敏聰當年都跟過佢做嘢，一個揸車佬出身嘅粗人，就咁樣成為咗後輩眼中嘅師傅。黎彼得後嚟成日提起講許冠傑係佢一生嘅恩公恩師，仲講自己識許冠傑之前就好似乞兒見王子咁，係許冠傑教佢享受人生，先後介紹佢入嘉禾做編劇，再入 TVB 歡樂今宵寫稿，一步一步將佢由一個揸車佬帶入咗成個香港娛樂圈。不過呢段7年嘅黃金拍檔最終都係走到盡頭。黎彼得後嚟喺訪問度講返自己對呢段拆夥嘅理解，佢講阮玲玉點死係因為輿論吧。講到許冠傑嘅港大同學成日問許冠傑，
你都唔打麻雀，打雀英雄傳點會係你寫？一定係黎彼得寫啦。呢啲輿論壓力日積月累，加上 DJ 打歌總係淨係播返許冠傑個名，慢慢就將兩個人推向分開出名嘅決定。呢一分開就再冇聚返埋一齊。黎彼得早年仲講過，許太唔中意佢成日同許冠傑通宵創作，令合作生咗嫌隙。但近年喺自己個 YouTube 節目9級秘笈度，佢又親口澄清，講反呢個講法唔知所謂，重申自己對許冠傑恩就多，怨就好少。佢仲講反，最後一次許冠傑邀請佢去睇演唱會，佢因為自尊心而拒絕咗。講到呢度，佢深感遺憾。呢段友誼兜兜轉轉幾十年，講法幾經反覆，但每次講反許冠傑，黎彼得口中總係離唔開因公兩個字。拆夥之後，黎彼得並冇停低創作，佢轉為溫拿樂隊成員填詞，寫低咗譚詠麟嘅《天邊一隻雁》、《愛人女神》呢幾首經典情歌。後嚟經黎小田邀約，佢重出江湖，為梅艷芳寫將冰山劈開，為張國榮寫 Monica 第一次。Monica 呢一首令張國榮事業起飛，正式開啟咗譚張爭霸嘅一頁，亦係黎彼得自己一生最中意嘅作品。佢後嚟接受訪問，講到呢一點，仍然由衷咁講，許冠傑灌輸咗好多嘢俾佢，佢係被許冠傑啟發嘅。就算之後啲唔再係兩個人聯名嘅作品，好似 Monica 將冰山劈開呢啲，都已經唔再係未認識許冠傑嗰個黎彼得寫得出嘅嘢啦。一段7年嘅拍檔情誼，就算拆咗夥，都已經刻埋落佢日後每一句歌詞入面。而 Monica 呢首歌背後，其實係一段黎彼得自己嘅刻骨銘心。黎彼得一生講過，佢一生人只得一個女朋友，就係許冠傑介紹認識嘅 Monica。兩個人拍拖大概3年，嗰陣時嘅黎彼得只不過係一個填詞初起步、生活拮據嘅窮小子。Monica 嘅父母嫌佢冇前途，佢自己又自覺貧窮自卑，一段感情最終敵唔過現實，無疾而終。多年之後，黎小田揾佢為張國榮填詞，佢將呢段失戀嘅心聲寫成咗 Monica 嘅歌詞，將當年講唔出口嘅遺憾同思念全部寄託喺呢首歌入面。一個填詞人用一首全香港都傳唱嘅金曲，為自己一生嘅初戀寫低咗一封冇寄出嘅情信。除了為張國榮、許冠傑、譚詠麟、梅艷芳填詞，黎彼得仲為林子祥、羅文、鄭少秋、余安安、仙杜拉等歌手寫過詞。1979年由 TVB 同東華三院合辦嘅電視慈善籌款節目《歡樂滿東華》，主題曲歌詞亦出自佢手筆。佢仲同顧嘉輝合作，為香港八和會館小學寫過校歌歌詞。一個成日寫市井野笑歌詞嘅詞人，轉個頭一樣寫得出俾細路仔唱嘅純真校歌，可見佢筆路其實闊得好多。佢同黃霑、盧國沾、鄭國江並稱香港第一代粵語流行曲填詞人，喺當年得許冠傑同黎彼得呢一組先至有本事憑借許氏兄弟電影嘅聲勢同其餘3位分庭抗禮。2008年，黎彼得獲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頒發 Cash 音樂成就大獎，呢個獎係協會頒俾會員嘅最高榮譽，肯定咗佢對香港流行音樂嘅貢獻。1983年，佢填詞嘅《愛人女神》仲入圍過第2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歌曲。一個連填詞訓練班都未見過嘅揸車佬，行到呢一步，已經係香港樂壇一段冇得複製嘅傳奇。填詞生涯之外，黎彼得嘅演藝路同樣精彩。1977年，經許冠傑介紹，由劉天賜引進 TVB 為歡樂今宵渡橋寫劇本，佢一路做過編劇、電影監製、創作經理。90年代仲主持過商業電台嘅個人節目《豪情夜話》。到咗90年代中後期，佢轉到戲劇組，正式由幕後走到幕前，專演市井小人物，一演
就演到入木三分。1993年，佢喺周星馳主演嘅《唐伯虎點秋香》入面飾演華太師傅嘅老師，呢個角色令唔少80後、90後第一次記住咗黎彼得呢個名字。之後佢仲喺《古靈偵探》系列演過洛賓，喺1998年版《鹿鼎記》入面演過納蘭明珠。行到2017年到2021年，佢仲喺《愛回家之開心速遞》度同劉丹、羅樂林、陳榮俊一齊組成大四喜組合，演出咗爆叔馬爆呢個角色，成為一代觀眾心目中嘅經典綠葉。2019年，大四喜仲喺劇入面參加過一場歌唱比賽，黎彼得演嘅炮叔用地道嘅廣府話 rap 咗一番，專挑後生仔成日 IG 來 IG 去，成日夾雜 ABC 嚟講嘢嘅現象嚟吐槽，用返自己老本行嘅詞功，將一場戲內嘅小情節都寫得有板有眼。黎彼得嘅東家生涯同樣幾番轉折。2012年9月，佢離開 TVB， 轉投城市電訊旗下嘅香港電視網絡。2016年，佢一邊為 TVB， 一邊為 ViuTV 拍劇，同年先至正式回巢 TVB， 造反合約兼職藝人。2021年12月，黎彼得做完通波仔手術之後，一心諗住盡快反攻，主動致電 TVB 高層曾麗珍，點知對方連電話都冇覆一個，再打去藝員部，又俾人推咗一轉，話《愛回家》係獨立劇集，唔歸佢哋管。TVB 嗰陣嘅顧慮，業界一直有傳係怕重演當年陳鴻烈喺片場心臟病發離世嘅悲劇，加上電視城仲有疫情威脅，先至遲遲未敢安排一個啱做完心臟手術嘅老演員復工。只不過呢一等就係徹頭徹尾嘅沉默，冇任何交代。佢自己講，出咗院度嗰陣 TVB 都從來冇揾過佢開工，連珍姐個電話都冇一個，令佢由失望變絕望，徹底睇透咗呢間做咗幾十年嘅老東家。2022年11月，佢公開出席 ViuTV 新劇《極度俏郎君》嘅開鏡儀式，喺記者面前大讚 ViuTV 開工舒服得多。嗰陣佢仲講，其實同 TVB 仲有1年合約未滿，只不過藝員部話佢兼職身份可以兩邊走。去到2023年，佢正式離巢，轉戰 YouTube， 主持自己嘅節目《9級秘笈》，離開咗 TVB 溫順嘅綠葉形象。佢喺節目度變得直腸直肚，敢講敢言，人稱口臭，成日大爆娛樂圈內幕，翻舊賬怒斥某啲明星嘅陳年往事，連周星馳咁級數嘅巨星都試過俾佢評得唔留情面。佢仲試過話新生代男團 Mirror 只會蹦跳，唔算真正嘅歌星，質疑張敬軒有冇資格開紅館，諷刺夏韶聲過咗氣先至諗起開演唱會，一句接一句，句句都夠膽得罪人，令佢嘅節目屢屢登上城中熱話，同時都惹嚟唔少網民質疑佢食相難睇。當中講得最具體嘅一次係講反同鄭中基嘅一段過節。佢話兩個人有次喺 TVB 搭埋同一部電梯，鄭中基當佢透明，眼尾都冇睇過佢一眼。佢自己都話衰極都係個藝員，冇理由咁樣當佢隱形。講到呢度，事情峰回路轉，原來佢同鄭中基阿爸鄭東漢早喺70年代已經識，Norman 仲幫襯過佢，兩個人好熟。佢一直心存感激，仲講諗唔到 Norman 竟然縱壞咗個仔。講到呢度，佢就話唔想再講落去。一個電梯入面嘅冷待，牽扯出成半個世紀嘅香港樂壇人情。呢種翻舊賬嘅本事，正正就係佢喺9級秘笈度最令觀眾追看嘅地方。面對呢啲質疑，黎彼得都有自己嘅底線。佢喺節目度講過，自己唔係針對邊個，淨係希望成個娛樂圈可以好反啲。有一次，佢仲喺節目專登拎自己嚟開刀，反問觀眾喺自己生活入面邊個先至係垃圾口，叫大家日日都要謹言慎行。某程度上都算係一種自嘲式嘅自我反省。靠住呢種嬉笑怒罵嘅風格，佢間中仲會爆反一啲圈中秘聞，為自己晚年幫補生計。講完事業，
就要講反黎彼得嘅家庭。佢本來冇打算成家立室，39歲嗰年，即係1989年，因為肝病，醫生勸佢停工休養。咁啱嗰排又生意失敗，成個人得閒晒。佢後嚟喺節目度笑住講返呢段際遇：失業啊嘛，冇乜聊賴，年齡又差不多，咁啱又有位女士喺附近撞到，又幾啱傾偶，就搞結婚。黎彼得晚年仲講返呢段婚姻嘅前因後果。佢講當年自己曾經喺北角買樓做生意，點知蝕埋，仲俾稅局罰咗一筆，無可奈何之下賣咗北角層樓，去咗沙田租屋住。因為嗰陣間丁屋要補地價，賣樓加失業，兩頭唔到岸。就係喺呢段最潦倒嘅日子，佢撞到一位紅顏知己，對方成日送湯俾佢，一來二去就變咗老婆，跟住有咗個仔。佢自嘲講：痴男怨女啊，唔係一個老人家咁嘅質素，點會嗌結婚呀？突然宣布婚訊嗰陣，仲有朋友以為佢講愚人節笑話，而佢自己講得最感慨嘅係擺酒當日嘅冷暖。我嗌結婚冇人嚟，劉嘉玲又唔嚟，淨得吳君如一個嚟。以前成班小花同我好 friend， 其他送花籃，成龍、洪金寶有送花籃，許冠傑都有嚟，個別有嚟。一場婚禮影照出嘅正正係娛樂圈最現實嘅一面。風光嗰陣，人人都話 friend， 落難嗰陣先至知邊個真心。呢段婚姻最終只維持咗3年。黎彼得後嚟回憶呢段日子，講得坦白又感慨。嗰3年都好陰功噶，啲人覺得個男人又失業，又要靠個女人養我，事實又係冇收入，變咗我係咪要食拖鞋飯？又唔係，但事實我又身體唔好，呢個女人肯同我捱係好難得，我好感恩噶。無奈長貧難顧，佢要走，我咪俾佢走咯，就係咁簡單。呢番說話冇一句怨恨，反而係一份遲到嘅感恩。呢段婚姻為佢留低咗一個仔，兒子3歲嗰年，前妻就離開咗，傳統同兩父子再冇聯絡。黎彼得就咁樣開始咗接近40年嘅帶子雄狼生活，一手一腳，身兼母職，將個仔湊大。因為工作繁忙，大部分時間都係交由菲傭照顧，父子2人嘅關係一直疏離得好似陌路人咁。黎彼得曾經擲咗10幾萬港元送兒子去南京讀中醫，本來諗住佢會對中醫感興趣，點知兒子喺南京冇朋友，冇人理，好多時候唔返學都冇人知。加上返內地嗰幾年正值疫情，兒子好難揾工，最終未能畢業，白白蹉跎咗4年時間。返港之後嘅兒子長期失業，喺屋企打機躺平，兩父子冇傾偈。黎彼得講返，佢根本都唔睬你，冇溝通咪算咯，陌路人咁。兩父子之間得返嘅簡訊溝通都少之又少，內容離唔開金錢往來，鮮有第啲。38歲嘅兒子透支信用卡，欠落10零萬債，黎彼得二話唔說，默默為佢償還，每個月仲要供養佢生活。嗰陣佢自己已經年過70，都仲要拼命揾錢。有人問佢擔唔擔心有日自己走咗之後，兒子冇人照顧，黎彼得只係淡淡然咁答：我走咗，佢咪瞓天橋底，唔會死嘅，申請公屋咯，點都唔會死嘅。呢句說話講得輕描淡寫，甚至帶住幾分自嘲式嘅幽默，但背後其實係一位老父對一個得一個仔冇得揀嘅無奈同愧疚。一直為未能陪兒子成長而內疚嘅佢，仲講過希望可以喺經濟上照顧好個仔，先至安心百年歸老。至於個仔將來會唔會自食其力，佢就話唔理得咁多。2025年黎彼得病重入院嗰段日子，兒子曾經買外賣入院探佢，出院之後又陪佢去攞藥，令一直疏離嘅父子關係稍為緩和咗少少。黎彼得都話呢次送嘢俾我食，出院又陪我攞藥，都算生性噶啦。其實黎彼得嘅健康警號並唔係呢2年先至響起，早喺2004年佢已經試過因病入過 ICU。2005年拍攝佛山讚師傅期間，
仲試過突然心絞痛昏迷，只不過嗰陣年紀未算太大，休養一排之後又重返片場，冇幾多人當係一回事。真正將佢徹底推向病痛纏身晚景嘅係2022年嘅通波仔手術，加上愛回家劇組安排佢長休，收入即刻斷咗，手停口停，一度陷入經濟困境。佢自己講過，私家醫院做呢個手術起碼要20萬，佢負擔唔起，唯有叫白車入公立醫院，但仍然要俾返支架費同私家醫院嘅腦部檢查費，加埋都要10萬幾，令佢百上加斤。就喺呢段最難捱嘅日子，一個電話救咗佢一命。富商劉鑾雄嘅秘書突然打嚟，話要幫佢。黎彼得起初仲以為係電話騙案，直到對方問佢攞銀行賬號，先至知道係真嘅。原來大劉嘅秘書講，大劉係佢粉絲，最中意佢喺1989年電影《小男人周記》入面演嘅大蠱惑一角，願意幫佢俾晒手術費同每個月生活費。黎彼得心存感激，講，你老豆都冇可能養你一世噶啦，我好感恩佢嘅，好有善心，明白長貧難顧，呢份資助去到2023年前後都已經停止咗。除咗大劉，契仔黃宗澤一直都係黎彼得生活入面一個重要嘅存在。兩個人結緣要追溯到2004年尾，嗰陣佢哋一齊拍《我的野蠻奶奶》，黎彼得喺劇入面演黃宗澤嘅二伯父，一老一嫩喺片場培養出真感情。黃宗澤主動提出想認黎彼得做契爺，雖然兩個人從來冇正式擺過上契儀式，但由嗰陣開始，黃宗澤一直都好照顧呢位契爺。用返黃宗澤自己嘅講法，兩仔爺冇需要多講，能力所及佢就會去做。只不過黎彼得晚年病重嗰陣，好多時都因為唔想煩惱人而選擇唔通知契仔。2025年3月，黎彼得因為流感兼且肺部感染，一度病情嚴重到要送入深切治療部。佢自己憶述，嗰晚要等病房等咗成4-5個鐘，吉針吉到成隻手瘀晒，氣促到冇辦法，最後係一位靚女主診醫生送佢入咗 ICU。入 ICU 隨時有生命危險，佢打電話俾兒子，一直冇人接聽，無可奈何之下，只好將鍾志光嘅名字同電話填做緊急聯絡人。鍾志光接到電話，第一時間就趕去黎彼得屋企，帶埋佢個仔一齊去醫院探望。佢喺 ICU 帶住豬嘴呼吸器挨咗10幾個鐘，先至挨過最危險嗰關。轉返普通病房之後，仲成日冇覺好瞓，腎功能指數又高，大小便出現困難，最後要插尿喉，又因為貧血要輸2包血。留院足足半個月，一日3餐得2碗白粥同碎冬瓜。出院嗰陣，人瘦咗10幾磅，肚腩都消失埋。佢事後感慨，講呢場病令佢深深體會到健康先係最重要。呢場大病冇令黎彼得就此消停，到咗2026年，佢嘅身體狀況仍然持續響緊警號。佢喺節目度自揭自己瘦到甩褲，甚至有一次褲頭忽然鬆晒，久病未愈，再因為腎臟問題入院，成個人明顯消瘦縮水，練習凹陷，頸紋都變得明顯。睇到唔少長期收睇佢節目嘅忠粉都留言表示擔心。佢向拍檔鍾志光透露，近排頻頻出入醫院，第一次入 ICU 要戴呼吸機，第二次再喺仁安醫院急症室即刻被安排轉介去政府醫院。醫生同佢講，喺私家醫院住一晚起碼要10萬蚊。講到佢個肺衰，佢個腎又衰，最後決定叫白車直接送佢入威爾斯親王醫院，唔係嘅話隨時會破產。佢感激救命恩人，同時都話呢一輪遇到2位腎科醫生都好到不得了。經歷過一次又一次嘅生死邊緣，黎彼得對住鏡頭仍然保持住佢一貫嘅詼諧本色，一邊自嘲一邊多謝醫護，從來冇怨天尤人。呢種敢言但有底線嘅性格喺李龍基嗰件事上面表現得最真實。黎彼得一開始曾經喺節目度笑李龍基同未婚妻嘅忘年戀，
冇幾耐，佢就親口喺節目度向李龍基道歉，講同基哥講句唔好意思，對唔住，仲坦白講自己同基哥都係70幾歲嘅老人，冇理由人哋揾到伴侶，自己就冇。講到底都不過係50步笑百步。一個成日得罪人嘅老人家，肯為自己講錯嘅說話喺全世界面前道歉，呢份坦率同佢當年搞笑歌詞入面通俗而唔低俗嘅分寸，其實係同一個人。單身近40年嘅黎彼得，一直都抱住唔想連累人嘅諗法，又自覺自己條件一般，從來冇認真諗過再婚呢件事。轉折出現喺2025年，佢因為流感同腎功能問題2度入院嗰陣，佢喺病榻上面眼見其他病友個個都有親戚家人陪住，自己就形單影隻。佢事後憶述，講到呢度都帶住幾分心酸，話自己得返1、2個老友，但始終唔係老婆，好似天煞孤星咁，親戚朋友都冇幾個。睇到人哋嚟探病，自己一個人實在唔好受。就係喺呢種纏綿病榻嘅狀態之下，76歲嘅黎彼得同拍檔鍾志光喺節目度大談婚姻觀。佢經歷過婚姻失敗，單身足足幾廿年，語出驚人咁提出合約婚姻呢個制度，建議結婚唔應該係一世，而應該設期限。自嘲長期單身已經令自己變得心理變態，仲笑住講李龍基都得，點解我唔得？希望可以揾到一位靈魂伴侶，喺自己人生最後一段路有個知冷知熱嘅人陪伴喺側。呢番說話一出，即刻引嚟外界唔少議論。有人質疑佢係咪只不過想揾個免費護工或者經濟支持者，畢竟佢仲要負擔兒子嘅生活費。面對呢啲質疑，黎彼得冇過多解釋，只係堅持自己嘅想法。一個大半生風流瀟灑、幽默風趣嘅填詞才子，行到人生最後一段路，竟然要為咗有個人陪自己食飯、陪自己求醫，而對住鏡頭公開求偶。講到底都係一份晚景淒涼，但佢從來冇喺觀眾面前叫過一聲苦。時間行到2026年，黎彼得年初入住咗一間護老院。3月1號凌晨，佢喺護老院內中風暈倒。自此一直臥床，再未能好返。好友鍾志光喺呢段最後嘅日子度，成為咗黎彼得身邊最重要嘅一個人。5月13號，黎彼得76歲生日，鍾志光專登返嚟喺床邊為佢唱生日歌。可惜嗰陣嘅黎彼得已經對外界冇任何反應。而喺中風前幾日，2個人先至一齊飲過茶。當日黎彼得精神仲算唔錯。2個人完全冇諗過呢一次飲茶竟然會係最後一次，所以黎彼得走得咁突然，冇留低半句遺言。8月5號今日清晨，黎彼得終於走完呢一生。鍾志光將呢個消息獨家告知咗星島頭條，佢語氣沉重，講返呢段最後嘅日子，感慨萬分。消息傳出，圈中人反應字字錐心。佢契仔黃宗澤收到消息之後大感錯愕，坦言未知佢屋企人未通知我。而同佢喺愛回家合演大四喜組合多年嘅老拍檔劉丹接受東網訪問嗰陣，語帶哽咽，佢講：我知道，都係鍾志光話我知嘅，因為佢探過 Peter， 當時 Peter 都唔係好認得人。哎呀，變咗咁嘅情況，都冇去探，個心一定好唔舒服。尋日我先知道佢已經走咗。其實佢係病咗好耐，都算係一種解脫。呢一句都算係一種解脫，講出咗好多人心入面對住老友久病纏身最真實亦最沉重嘅一份釋懷。黎彼得嘅家人希望低調處理後事，目前未有具體安排。鍾志光講會尊重家屬嘅意願，對住呢位相識多年嘅老友，佢感到非常難過，非常唔捨得。回望黎彼得呢一生，佢係一個幾乎冇乜正規教育背景嘅揸車佬，憑住一支筆同一份對香港草根生活入木三分嘅觀察力，成為香港樂壇第一代填詞人度一個冇得複製嘅存在。佢寫過浪子心聲嘅豁達，寫過打着英雄傳嘅抵死，寫過 Monica 嘅心情，亦都用自己嘅一生
將呢幾種情緒逐一活過一次。佢同許冠傑嘅7年黃金拍檔，幾經風雨，最終都以一句恩就多，怨就好少收尾。佢一生只談過一場戀愛，卻用一首歌將呢段感情留低喺全香港人嘅記憶入面。佢做過綠葉演員，被觀眾記住嘅係一個又一個市井小人物。佢做過父親，同兒子疏離半生，卻從來冇放棄過為佢兜底。佢經歷過生意失敗、擺酒冇人嚟嘅冷暖世態，晚年又經歷病痛纏身、經濟拮據，但每一次佢都係對住鏡頭，用詼諧嘅口吻將呢一切講成一場笑話。由中環木屋區嘅一個孤兒仔，到揸車佬兼職投稿嘅司機，再到同許冠傑齊名嘅一代詞人，最後行到一間護老院嘅病床上面畫上句號。黎彼得用76年歲月，將自己嘅人生活成咗一首比任何一首歌都更加跌宕起伏嘅詞。Peter 哥一路走好，嗰個鬼馬嘅不速，嗰句我一生人只得一個女朋友，嗰份對兒子講唔出口嘅牽掛，將會永遠留喺幾代香港人嘅記憶入面，留喺粵語流行曲嘅煌煌史冊度。今日嘅影片就講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期再見。